加拿大正在准备一份有关维吾尔问题报告，预计将于8月14日发布。2020年7月20日至21日，加拿大议会国际人权委员举办东突厥散问题会议，听取了证人的作证，并讨论加拿大如何制止中国针对维吾尔人的文化大屠杀和种族灭绝。据知情人士透露，加拿大政府正在准备一份东突厥散报告，以履行种族灭绝罪公约规定的义务。加拿大将于2020年8月14日发布有关中国政府镇压东突厥散维吾尔人的报告。加拿大有望根据全球马格尼契机人权问责法对所有相关机构和实体实施制裁。该报告还强调，维吾尔人被迫参加东突厥散和中国各地工厂的强迫劳动。8月8日，一群年轻人在德国慕尼黑抗议中国对东突厥散的镇压和种族灭绝。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鲁昆艾莎、宗教事务负责人托尔昆江和伊利哈姆托合体研究所主任安妮瓦尔江在活动中分别发表了讲话。示威者要求中国关闭东突厥散的集中营，并结束种族灭绝，高呼关闭集中营和维吾尔自由等口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捷克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是他对中欧和东欧进行的4国访问的一部分，并向参议员发表了讲话。他在当天稍晚对捷克议员发表讲话时，特别提到了中国和中共。他说，中国的经济实力使其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施加影响力。他说，现在发生的不是冷战2代，抵御中国威胁的挑战在某些方面比冷战更困难。他也表示，中共已经深入我们的经济、政治、社会中，这也是苏联从未有过的方式。蓬佩奥称赞捷克的安全标准。此前，捷克政府的监管机构警告称，中国的华为材料不得用于5G 电信。蓬佩奥援引捷克参议员议长米兰·维斯特尔本月晚些时候访问台湾的计划，称一些欧洲国家比其他国家花了更长的时间才意识到中国的威胁。蓬佩奥还批评中国镇压香港抗议活动，称北京对维吾尔穆斯林的镇压是本世纪的人权污点。维吾尔活动人士阿布多热伊姆加尼3年来每个周末在阿姆斯特丹的水贝广场举行单人反华抗议活动，这次他在中国大使馆前开始了单人示威。阿布多日伊姆在社交媒体上说，我已经在中国驻荷兰大使馆前发起了和平抗议，我与家人中的19个人的关系已经中断了3年多，中国政府拒绝提供有关我家庭的信息，我不会停止抗议。伊朗总统鲁哈尼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电话交谈中讨论了核谈判和黎巴嫩的问题。鲁哈尼呼吁马克龙反对美国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的一项决议草案，以继续美国对伊朗的武器禁运。马克龙说，在扩大对伊朗的武器禁运问题上，我们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我们已经向他们明确表示。马克龙呼吁贝鲁特爆炸案发生后对黎巴嫩采取紧急行动，并表示所有有关方面都应避免采取加剧紧张局势和外国干预的步骤。财富500强出炉，124家中国公司上榜，数量首次超美国。财富杂志自1990年以来每年发布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今年的财富500强来自中国和香港的124个公司上榜，超过美国的121个公司。美国零售企业沃尔玛排名第一，土耳其唯一一家公司 Koç 股控公司上榜。